立委林俊贤检讨即摆丹那是风台在后政府的补助资讯，因为拢分散伫农业、经济等各部会，中央甲地方有资讯落差。第一时间连基层公务人员嘛真混乱，更莫讲实际需要的灾民。所以立委林俊贤向行政院长邓英台质询，呼吁在后的补助资讯应该比照过去莫拉克风台，正下成单一窗口，并设立一站式网页，方便大家查询。比如我们中央推出一个补助那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，所以就做图卡。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补助图卡，网络就在传。那很多人看到灾民看到就马上跑到区公所，区公所都拒收为什么？一波修的公文，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落差那还有就是补助的办法有变动，或者是补助有哪些？坦白讲有基层公务人员这几天业务非常繁杂，他也搞不清楚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页式的网站，而不是像现在，基本上各部位自己公布一个的。台南市政府的网站没办法，它都是一个连结，你要了解经济部补助哪些东西，你可以当一些网站你只能按那个连结去经济部的那个地方看。那应该整合成一个一站式网站，让公务人员也好，灾民也好，了解讲我会当申请啥，就办法是啥，有变化。好，谢谢委员建议我想我们速度加快，这是必然要改进的地方。或许该改个方向，除了委员建立的一站式之外，就是从身份来做说明。如果我是一个灾民，我是一个农民，我是一个渔民，我是一个摊贩，我家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损失，我营业受到什么损失，我从身份来告诉说你属于这种身份，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下面可以选择适合你的。我用这种身份来做说明。所以院长你也是抓到重点是。如果这样一站式的网站，是不是大家都方便，对不对？我灾民我买单，家己查看我是什么款的需要，政府会当给我帮忙啥。立委林俊贤得到行政院长的明确应允，进一步表示，其实过去包括普发现金嘛同款，运用特别预算建立官方的网站，提供大家查询服务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